近年有多宗的士司機索 K 之後駕駛造成嘅意外，英國更加發生的士司機一邊揸車一邊亂槍射殺途人嘅慘劇。的士司機面對嘅壓力究竟有幾大呢？杜先生揸咗的士30年，朝頭早7點開工，晏晝4點交更。除咗食飯嗰個鐘之外，其他時間都唔敢離開車廂。就算揾公廁都好啦，我哋一樣係驚抄埋噶嘛。我哋最驚就係去洗手間，因為一出嚟咧分分鐘唔見320蚊啦。嗱，咁變咗咧真係個個都叫做滾水淥腳快快脆脆咁咪算。杜先生話：當初入行係因為覺得揸的士比較自由，唔使受老闆氣。但係面對燃油成本上漲、同行競爭、乘客又要求折扣、政府嘅停車熄匙政策等等，佢哋嘅壓力越嚟越大。好多時候都係趁食飯嗰個鐘，行間大家吐下苦水。坐埋呢度咧就行家，坐喺車叫仇家。見到個客咧，你爭我奪，你試下你行慢啲，嘣一聲咁咪衝埋嚟。嗱，咁呢啲咪又係一個壓力嚟嘅。個乘客好多時咧就俾壓力我哋嘅，因為點解會俾得到壓力我哋咧？由於佢哋個無理嘅要求，好多時話冇講清楚個地名，以及近期最興發生嘅就係折扣嘅問題。咁由於我哋司機唔係一定要俾折扣噶嘛，唔俾折扣，咁我哋分分鐘驚佢成日打我哋㗎喎。全港有超過18000架的士，而業內人士估計的士司機嘅人數超過5萬人，遠多過巴士或者小巴司機嘅人數。的士司機嘅駕駛質素非常值得我哋關注。有精神科醫生指，的士司機遇到壓力，如果得唔到舒緩，會出現焦慮、失眠、手震等等嘅症狀，判斷力會下降，影響駕車安全。咁但係壓力過濃嘅，譬如佢做得太多啦，時間過長啦、過勞啦、唔夠瞓嘅時候呢，佢喺路面上嗰個決定啊，或者佢嗰個即係個精神集中出咗問題呢，就好容易發生交通意外。舒緩壓力，一般醫生會先處方抗焦慮藥物俾病人，再配合心理輔導。而世界盃臨近，陳仲謀又提醒司機切勿因為捱夜睇波導致精神不足，危害道路安全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胡海文報導。